我上網睇咧，食白飯好似話會提早更年期，唔知真定假咧？咁咧，我有睇過一個研究咧，係講緊英國咧有間大學咧，佢就係揾咗咧14000個婦女啦，係年齡介乎係40歲啦到65歲咧，而且咧已經12個月冇嚟月經嘅一個女性咧，去參加呢一個計劃嘅。咁呢一個研究咧，佢就揾咗呢一啲嘅女性嘅一啲嘅生活習慣啦，佢嘅飲食嘅模式咧，最後咧評估翻咧，究竟佢哋呢一啲嘅飲食模式咧，會唔會同個月經咧係相關嘅，會唔會有影響嘅？咁最後呢一個研究咧，佢有幾個 conclusion 咧，我都覺得係好特別嘅。研究發現咧，就係如果咧經常食一啲嘅深海魚啊或者豆類嘅女性咧，嗰個更年期咧係會延長大概係3年左右嘅時間嘅。咁若然咧係有規律咁樣食一啲維他命嘅 B 集咧，亦都會延長我哋嘅更年期咧，大概係半年嘅時間嘅。咁若然咧我哋係成日咧都食一啲白飯啦，或者係意粉呢一啲嘅澱粉質嘅話咧，個更年期咧反而係會提早大概1年半左右嘅時間嘅。咁其實咧呢個研究報告咧都有一定嘅道理啊，因為喺醫學嘅角度咧，呢啲嘅精緻加工嘅食品咧，都對身體咧形成一定嘅負擔啦，增加咗患有一個慢性疾病嘅風險喺度噶。咁都建議翻啦，更年期嘅女性啦，可以多啲食一啲天然嘅原型食物啦，或者係一啲全穀類嘅一啲碳水化合物去代替翻精製糖嘅，咁去減少翻咧身體啦嘅血糖波動啦，對於一啲甜食嘅依賴嘅。所以建議咧大家咧都多啲食一啲嘅番薯啊，或者係全穀嘅麵包啊、全穀嘅饅頭啊，或者係燕麥類嘅食品都可以嘅。